小組事工猶如將散沙集合變成一塊磚，多個小組並排一起嘅時候，就會變成一幅牆。教會嘅內部能夠建立得穩，有賴弟兄姊妹實踐耶穌所教導嘅彼此相愛。聖基督堂現時有14個小組，有創堂不久就開始嘅不約克組以及周三研經組，接住就有萬錦組、恩光團、男士組、列治文山組以及英文成人組。過去10多年，我哋開設就業青年嘅使徒者聯盟 X29， 亦都喺2023年分支出 On Your Mark。喺2024年開設普通話組，在2025年加設澳城新城組以及周一晚青年查經組等。小組事工能夠發揮4個最重要嘅功能：第一，學習聖經嘅話語；第二，過團契生活；第三，建立門徒；以及第四，成為傳福音嘅地方。無論我哋係初信、未信主嘅、信心軟弱嘅，還是堅強嘅，喺小組裏面都能夠一起嘅成長。當我哋一起睇聖經，又或者主題分享嘅時候，會感受到聖靈喺我哋中間所啟發嘅訊息。喺彼此嘅互動之下，會發現上帝嘅說話係奇妙嘅。上帝嘅靈引領我哋去認識神嘅本性，明白佢創造嘅美意。當人感到無助嘅時候，經文引證耶穌嘅救恩以及永生嘅應許，從中我哋體會到聖靈給教會以及各人嘅使命。當有組員面對生活或者健康上嘅挑戰嘅時候，小組就會一起嘅面對，並且發揮佢嘅功能。無論係接送去睇醫生、供應煮食、看顧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又或者喺禱告中嘅支持，呢一啲都係喺小組裏邊經歷主愛嘅甘甜。當有喜慶嘅事，組員亦都會喺埋一齊感恩慶祝、唱詩讚美神。參加小組讓我哋嘅靈命更長進，而教會亦都會因此而更健康。若你未屬於任何小組，我亦都邀請你嚟到參加，喺主裏面與弟兄姊妹一起成長。Hello， 大家好，我係 Fisher， 係聖基督堂嘅教友。咁我返咗呢間教會大概都返咗4年左右啦。咁自己亦都覺得好感恩，亦都好榮幸，可以喺2023年嘅4月咧，可以喺呢間教堂呢度洗禮嘅。咁大家亦都可能會問啦，點解我會返嚟聖基督堂嘅咧？咁因為我先生咧由細到大都係返開聖公會嘅教堂嘅。咁我哋2021年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亦都好想揾返一間華人嘅聖公會堂。咁好感恩啦！佢姨姨咧，咁原來有返開聖基督堂，咁所以我哋亦都好自然咁樣成為咗依度嘅教友啦，亦都慢慢成為呢個大家庭嘅一份子。咁我記得自己初嚟呢間教會嘅時候咧，已經好感受到依度教友好熱情嘅招待同埋關懷啦。咁因為自己作為新移民咧，咁無論喺生活上啊、工作上，甚至喺適應加拿大呢個課題上面咧，都有好多唔熟悉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好感恩，咁當時教會咧係會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支援，譬如會教我哋點樣揾工啊，點樣去擴闊生活圈子等等嘅。咁而呢啲嘅資訊啦，亦都幫助咗我哋喺適應加拿大呢個課題上面咧，有好大嘅幫助嘅。而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最感恩嘅就係喺靈命上嘅成長啦，喺依間教堂裏邊。咁尤其係當我喺3年前發現自己有小朋友，即係有咗 BB 嘅時候咧，咁當時真係有受到好多教友嘅祝福啦，同埋關懷。咁譬如係牧師嘅探訪啊，教友之間互相嘅祈禱啊，喺團契方面大家互相嘅支持。
咁呢啲都令到我自己喺靈命上咧係成長咗好多嘅。咁展望未來啦，咁我希望自己同埋我嘅家人亦都可以好投入聖基道堂嘅教會生活。咁我亦都好想培育自己嘅小朋友啦，可以喺呢間教會裏邊咧係成長啦。咁由細到大咧都可以建立到有教會嘅生活嘅。咁希望佢哋喺唔同嘅成長階段裏邊咧都可以經歷同埋感受到基督嘅愛。好，多謝大家。